兒童版《西遊記》由幼師文化編寫，浙江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。第36回，妙計智昏君。拜別咗皮蘭婆之後，唐僧師徒繼續上路。呢一日，唐僧師徒正喺度趕路嘅時候，迎面行嚟咗一個老婆婆。個老婆婆就話：哎呀，前面係滅法國啊，國王要殺10000個和尚，你哋都係快啲走啦。四個人一聽，哇，咁仲得了嘅，於是即刻就諗咗條計仔。佢哋打扮成普通百姓咁嘅樣，仲分別改名做唐大官、孫二官、朱三官、沙四官。師徒佢哋四個偷偷地混咗入城，揾咗間旅店。悟空就呃個店主話啦：我哋係做賣馬生意嘅，想揾個又濕又安靜嘅地方休息。店主於是將佢哋領咗去一個又黑又唔透風嘅大櫃前邊，將白龍馬綁咗喺櫃嘅旁邊。悟空幾個呢就捐咗入櫃裏面瞓覺啦。半夜嘅時候，旅店嚟咗一班強盜，佢哋發現咗呢個大櫃，以為裏面係金銀珠寶，於是就將個櫃偷走咗，仲要白龍馬嚟拉車添。點知班強盜啱啱出城啫，就俾官兵發現咗啦。佢哋嚇到掉低咗個櫃同埋白龍馬，走夾唔唞啊！官兵將白龍馬同個櫃帶咗返官府，等到班官兵走咗之後，悟空就變成咗一隻毛蟲仔，由櫃裏面捐咗出嚟。悟空一諗到呢啲都係國王引起嘅，就想整蠱下佢啦。於是就變咗好多悟空仔出嚟，個個都攞住把剃刀，將皇宮大臣同埋元帥大將嘅頭髮全部都剃光晒。悟空嚟到國王同皇后嘅寢宮，就用眼糞蟲令到佢哋瞓到好冧，然後將佢哋嘅頭髮剃乾淨晒。第二日，國王一瞓醒啫，見到皇后嘅光頭，就好驚訝咁問：喂，你啲頭髮做乜冇晒嘅？而皇后呢，亦都一樣咁驚訝話：你都係啊！早朝嘅時候，國王睇見班大臣個個都光頭嘅，佢以為係上天嘅懲罰，心裏面好驚啊，決定再都唔殺和尚啦。呢個時候，一個官員就報告話啦：琴晚巡邏嘅時候，繳獲咗一匹白馬同埋一個大木櫃，唔知應該點處置啊！於是國王就叫班士兵將個櫃抬咗上嚟，個櫃啱啱抬上大殿放穩啫，唐僧師徒就喺裏面行咗出嚟啦。國王見咗就問啦：你哋咩人啊？唐僧就話：我哋係由大唐嚟嘅和尚，聽講國王要殺僧人，所以唯有打扮成咁樣。國王就好敬重唐僧，尊佢為國師，仲聽從佢嘅建議，將滅法國改名為陰法國。師徒攞到導喚好嘅關文之後，就繼續上路啦。